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讲述英国摇滚天团皇后合唱团的故事。男主角雷米·马利克在片中完美化身皇后合唱团传奇主唱，著名演唱会舞台表演片段神还原，已经让他夺下多个最佳男主角奖项，现在也成为奥斯卡影帝呼声最高的人选之一。已经拿到金球奖戏剧类最佳男主角、美国演员工会奖与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电影学院奖肯定。雷米·马利克无疑是本届奥斯卡呼声相当高的影帝大。在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中饰演皇后合唱团传奇主唱 Freddie Mercury， 马利克演活了 Freddie 的神情姿态。甚至连舞台上 Freddie 著名的华丽表演风格也深入精髓，诠释得丝丝入扣。将电影和真实的演唱会纪录片段两相比照，就能看出马利克完全化身为 Freddie。不只是演唱时的表情，连舞台动作，从脚步身段到手臂挥舞的幅度，全部神还原。为了演这部电影，马利克看了网络上所有 Freddie Mercury 的影片，还找来律动教练，让他能够掌握 Freddie 的身体韵律。同剧演员格威利·姆里，雷米超级努力，全心投入，随时随地都在练习佛莱迪的动作。他也演绎出这个角色的人性，我想过去没什么人看出来。惟妙惟肖的演出，在奖季各个颁奖典礼一再击败外界原本看好的《为富不仁》男主角克里斯汀·贝尔拿下最佳男主角奖。马利克辛苦做的功课获得丰厚回报。除了个人的精彩表现，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忠实呈现皇后合唱团最辉煌的年代，也让影片在今年奥斯卡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和男主角等5项提名。能抱走几座小金人？颁奖典礼见分晓。